为常常有中国企业来非法来咱台湾，高科技的人才，佮偷学咱的技术。新竹、台北、新北、桃园检方共同调查，已经甲3间非法的中资企业起诉，也是原起诉。学者即马警告讲，咱的技术互中国偷学去，这应该爱当作是国安事件来处理。嘛，呼吁企业爱有自我防卫能力，也建议政府抓到就爱加重处罚。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重要生命线，甚至是全球半导体 IC 设计甲光电产业的核心关键。新竹检方再出动，查到3间无经过同意非法伫台湾办理业务的中资企业。本处检察官业已侦查终结，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4条之1及第93条之2等规定，对相关被告提起公诉或予缓诉处分。其中连3年是中国电子企业竞争力百强的中国北方华创，去年调查局侦办的时候，因拢无承认。检方调查北方华创伫2016已经伫台湾违法买卖甲维修半导体设备。为着多心调查由姓黄的台湾查甫人2017年买台湾另外一间公司暗号，请26个工程师由中资公司付钱，另外一间北京嘉南公司找4吨的台湾人伫2017设立在台的据点，给台资来盗险审查，甲晶片研究数据甲技术成果公布北京公司。第3间合肥联瑞美公司嘛共阮招人做晶片研究设计测试。学者警告讲，中国是直直想要偷摕咱半导体先进制程甲光电的产业技术。中国最早是事实上是希望借着像紫光这样的集团甚至发下豪语说要把台积电买下来。所以可以大概知道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先进技术，特别是半导体的先进技术觊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如果我们把这种窃取机密的行为用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恐怕它对国家的伤害，事实上不小于这个内乱罪跟外患罪。我们可能要想的是更多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譬如说甚至取消这些犯罪人的国籍等等。国内高科技的从业人员应提高警觉，慎选合作对象，并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防范入资企业的不法渗透行为。学者讲，台湾高科技技术若是向偷摕外流，应该当作国安事件，呼吁企业爱自我建立防护的心态，避免去利益诱拐。嘛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处分。检方嘛鼓励从业人员爱检举可疑的行为，共同来防止非法中资的业务活动。记者综合报道。